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開心見到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提前嚟到一齊預備好個心嚟到敬拜。特別歡迎最近新嚟嘅朋友。我哋一陣崇拜之後咧，會有茶點，請留步一齊有更多嘅時間去到彼此認識、彼此溝通。今日嘅講道嘅主題係繼續呢個從拆毀到復興第5講，主題係你願意把生命主權交給神嗎？好，我哋一齊低頭禱告。慈愛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感謝你一直與我哋同在，求你幫助我哋時時存住一顆敬畏你嘅心嚟讚美你呢位榮耀聖潔又滿有恩典，能夠潔淨我哋，賜我哋使命嘅君王。亦都求你讓我哋每天能夠帶住敬畏同埋謙卑嘅心去聆聽你嘅話語，願意嘅順服你，咁樣接受你賜下嚟嘅生命之道。求主按住你嘅公義、聖潔、慈愛，繼續帶領我哋面對呢個混亂嘅世代，應當將生命嘅主權交俾神，咁必然就可以復興教會，使更多靈魂得救。我哋恭敬嘅將今日整日嘅崇拜交到主嘅手中，求主帶領我哋，讓我哋能夠謙卑接受從神而嚟嘅教導，讓我哋能夠藉住聖靈催促我哋遵行你嘅旨意。我哋咁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使徒信經嘅內容係建立喺耶穌12使徒嘅教導上面，從早期教會到而家一直得到正統嘅教會嘅認可，讓我可以鞏固我哋基督徒嘅信心，同埋讓我哋喺教會裏面得着牧養。我哋一齊站立，以使徒信經嚟到表明我哋嘅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請大家仍然站立，我提議詩歌嚟讚美神。主耶和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諸天在述說你的榮耀，穹蒼在傳揚你的手段。我哋亦都一齊嚟和應，以歌聲嚟頌讚神。頌讚主聖名，頌讚主聖名，全地上最美麗名字。看滿天星宿，是你手所創，榮耀燦爛如穹蒼，盡我心高舉主
明天點樣樣，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知道要專心信靠神，等候神，在他裏面必有恩典、平安同埋盼望。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如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人生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小時就不見到，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讓我那財寶在天上，愛慕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如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人生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小時就不見到，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讓我那財寶在天上，愛慕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讓我那財寶在天上，愛慕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讓我哋彼此嘅問安，願主看顧你。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願主保守你，一生直到萬代，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我哋主真的愛你。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願主保守你，一生直到萬代，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我哋主真的愛你。大家清楚。大家早晨，我係我哋教會中文堂其中一位牧師 Andy，歡迎大家。我哋好高興見到我哋喺
教會嘅大家庭當中，雖然出邊風好大好凍，但係我哋喺教會當中係溫暖嘅。咁我哋特別歡迎從香港過嚟探親嘅Betty 嘅嫂同埋侄女文太同埋 Eva， 歡迎你哋。好，咁我哋而家咧有幾個簡單嘅報告啦。咁我哋睇下投影片。係咁就前幾日啦，即係上個禮拜五，即係前2日咧，我哋喺Macquarie Park 個 Cemetery 嗰度咧就有梁雨詩姊妹嘅安息禮拜。咁我哋粵語堂嘅弟兄姊妹有37位人士啦嚟咗我哋當中參加我哋呢位親愛姊妹嘅安息禮拜。咁國語堂都嚟咗5位弟兄姊妹。咁對於Jenny 一家啦，都係好大嘅支持。咁喺安息禮拜當中，我哋都好感恩。感謝神揀選咗梁姊妹，同埋感謝神喺梁姊妹嘅生命當中見到佢係可以為主作見證。咁我哋都聽到Jenny 嘅述事啦，我哋一齊都係非常之感恩嘅。咁等陣我哋都會為Jenny 一家禱告嘅。好，下一個 slide。咁跟住落嚟咧就係今日中午等陣國語堂完咗之後啦，就喺呢度就有呢個青少年團契，即係 City Youth 嘅家長會。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係參加呢度嘅青年團契嘅，記得留喺度。我哋係12點半呢度一齊食飯，大家可以同青少年團契嘅組長啊，同埋佢哋嘅牧師啊一齊傾下偈，了解一下我哋嘅青少年嘅小朋友喺少年團契究竟學緊乜嘢，佢哋究竟佢哋啲牧師啊同埋啲領袖究竟佢哋係點樣嘅人啊，都可以了解一下。好，咁記得等陣留低啦。咁跟住就係6月21號禮拜六嗰日咧，就有呢個姊妹大會。咁就係講啟示錄嘅。前幾個禮拜我都有報告嘅。咁雖然你可能話同英文堂一齊呢個姊妹大會，我唔識講英文點算啊？唔緊要嘅，我哋嘅信息都係翻譯成中文嘅，而且我哋中文堂嘅人咧會坐埋一台嘅，所以大家嘅討論咧都係用中文討論嘅。所以咧歡迎大家，弟兄就冇得參加啦，但係姊妹可以嚟參加嘅。所以記得嗰日係6月21號，應該係朝早9點定係10點？我都反正具體信息我哋喺大群組度會發俾大家嘅，係朝早到晏晝嘅時間嘅。好，跟住落嚟就請鄧牧師上嚟，我哋有一個總結。咁應該唔係叫總結，應該係報告點樣總結咧咁我哋咧弟兄姊妹，如果係新嚟嘅弟兄姊妹咧，會俾我大家俾我好唔好5分鐘嘅時間啦？咁我介紹個教會。其實咧，我哋教會咧，我哋有一個嘅使命嘅。神俾我哋喺 Parramatta 呢個教會咧，喺上邊嗰一欄咧，第一行嗰個字係咩？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我哋嘅點樣講咧？我哋嘅願景係希望係乜嘢咧？1、2、3，即復活主所賜嘅盼望，去更新我哋嘅城市。咁樣點能夠達到係呢幾樣嘢咧？咁我哋其實喺下邊咧，全個教會咧，我哋有3方面係去做嘅。嗰啲字比較細啲啦。其實係造就門徒啦，係彼此相愛咧，同埋愛子聯繫。咁呢個喺呢個願景同埋使命底下嚟講咧，可能係太遠啦。所以我哋會變咗咧，我哋有一個近啲嘅願景，中間咧我哋設計呢個圖咧係5年嘅計劃，咁而家已經過咗1年啦嚇，咁喺4年嘅裏邊，我哋好希望咧喺我哋中間嘅教會裏邊，我哋係好似一條河咁啦，我哋流出去，我哋將神嘅祝福出去，亦都希望人可以翻到我哋嘅教會裏邊。而大家見到咧，我哋希望喺5年之內咧，我哋特別係專注喺年輕嘅家庭啦。年青嘅學生啦，同埋咧係仲有係職業嘅青年嘅，希望更多人嘅嚟到我裏邊有成長啦，同埋連接社群。咁我哋而家見到我哋近年嚟講都多啲好多年青人喺我哋當中啦。我見到哇，呢啲年青人啦，嗰啲年青人啦，係嘛？咁我哋喺當中，咁我哋點樣喺呢5個月之內，我哋有咩總結咧？大家係5年計劃，跟住我哋1年，我哋有啲咩策略？跟住咧，我哋睇下我哋個情況點好唔好啊？1、2、3。咁我哋嘅喺教會裏邊，我哋好希望大家都能夠成長啦。咁我哋成長嘅路程裏邊，1到5月咧，咁我哋有新嘅弟兄姊妹咧，全個教會中英文堂唔係應該粵語堂同國語堂咧，我哋參加呢個信仰嘅探索班咧，總共有28人。
每一係連續4到5週嘅去探索啦。咁去探索信仰，跟住下一步咧就係點樣係新嘅基督徒，我哋點樣喺教會裏邊成長，為何而活啦？問呢個問題，我哋點解要活咧？咁就有10個人參加。咁啊，感謝神喎！咁佢喺過去嗰5個月裏邊咧，我哋已經有9位嘅弟兄姊妹喺國語堂咧，有4位喺粵語堂咧，我哋都有幾位喎，有阿 Tanya 啦，有阿 Anthony 嘅爸爸啦，仲有咧 Jessica 而家翻咗去 Vanuatu 啦，仲有Auntie Wong 係4位喺我哋當中，我哋鼓掌啦，好唔好啊？我哋感謝神即係俾佢哋有得救信心，成為其實一個幾好嘅一個嘅都係神嘅工作啦。我哋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我哋希望咧下半年有幾多人信主？幾多？全世界嗰陣如果有11個就最好啦，湊夠20個啦，好唔好啊？咁加入成長小組嘅有15位弟兄姊妹，而有使命門徒訓練嘅話咧，而家仲未開始，不過咧會係將會喺6月同7月嘅時候咧，我哋將會係有9位弟兄姊妹參加嘅。咁希望大家我哋喺個成長路上咧一路係努力啦。我哋再睇下。咁靈女成長裏邊咧，我哋睇到咧，我哋中文堂有訓練，我哋有神學生啦，成長小組我哋有18個成長小組，希望有更多啦。新成立咧，其實有2個小組噶啦。咁大家係有生命故事嘅分享喺度作見證，一陣間都有嘅係嘛？咁我哋有9位喺我哋堂裏邊。參加成長小組咧，有80嘅弟兄姊妹，係鼓勵弟兄姊妹咧能夠係你暫時未有成長小組，你可以同我同牧師講，因為我哋好希望咧你哋能夠係參加成長小組，彼此有關懷。每日讀經有50嘅人啦，係參加禱告會咧就差少少啦，15% 啫，我希望多啲啦。崇拜禱告會大家繼續努力咧，有90嘅人參加侍奉咧有40，係整個嘅國粵語堂嘅。咁我哋再睇下靈女成長嘅繼續啦。咁有朋友邀請參加嚟聚會，有18位。咁跟住咧，我哋有歡樂都市啦，有40位參加。咁嚟緊咧，我哋有慈善步行，希望大家都能夠去參與啦。海外之家係希望多啲嘅年青人嚟到我哋當中食飯，大家傾偈，同埋新嘅朋友。咁有30位，然後咧周二同工。咁阿文達短宣準備又會整裝待發啦。咁啱啱前個禮拜咧有墓園嘅義工，有我哋參加11位喎。咁喺我哋嘅社區裏邊，我哋點樣係為鹽為光？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咧繼續嘅喺為我哋5年嘅願景咧係去努力啦。咁仲有最後2個嘅圖俾大家睇一睇啦，好唔好啊？咁呢個我哋係參加嘅崇拜嘅人數啦，2個堂總共有162人。咁我哋藍色嘅部分咧係我哋廣東話嘅，我哋都有平穩嘅發展啦。我哋平均5月份係有71人，希望我哋更加多啦。咁我記得好多年前咧，郁牧師嗰陣時咧，我哋有個口號叫8808，08年我哋有88人，咁而家咧希望我哋好快有88人，08年有88個人係啦。咁我哋再睇睇啊！我哋再睇下一個圖，咁弟兄姊妹你哋嘅忠心嘅奉獻咧，神都係親自嘅紀念。我哋見到咧，我哋喺今年嘅奉獻裏邊咧，我哋都係有好大嘅長進。咁我哋繼續咧係雖然係經濟唔係話太好，有好多不安嘅因素，但係為咗我哋嘅教會啦，因為其實我哋嘅奉獻係幫到教會，我哋慢慢係可以係去發展。因為遲啲咧，我哋奉獻多啲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太依賴咧，將會拆嗰啲嘅物業，拆咗物業之後就冇咗收入啦。咁希望大家都係繼續喺方面係做得更好，努力啦。我哋都係感謝神，弟兄姊妹已經一年比一年好啦。見到我哋紅色部分咧係我哋廣東堂嘅，藍色嘅字咧就係現金啦，紅色係直接轉帳嘅。咁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以自己屬靈嘅家嚟講咧，希望你哋能夠係自動轉帳會更加係方便，亦都係更加好嘅。咁我哋都係感謝神啦。咁呢個簡單嘅報告。如果大家姊妹係有咩問題，完咗之後可以問我啦，好唔好啊？教會嗰個繼續發展點樣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咧，我哋就會出一個關於我哋整個堂發展嘅一個報告嘅。就嗰個我哋重建嘅計劃。好，我交俾阿 Andy。好，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請 Fiona 姊妹上前嚟。我哋睇翻下一個有冇嗰個係啦。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你企呢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之前咧，我每個禮拜都有報告話有呢個粵語研經嘅，咁就係喺過去唔係上個禮拜六，係再上個禮拜六咧就完成咗呢2個禮拜六嘅粵語研經培訓會啦。所以大家見到啦，呢幅圖啦就係咧嗰日粵語研經培訓會唔同嘅廣東話堂嘅弟兄姊妹，有從譬如話北邊過嚟嘅阿 Tarman 過嚟嘅。有從Epping 過嚟嘅，有從南邊過嚟嘅都有，咁有從 City 過嚟嘅都有，都係講廣東話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咧，用2個禮拜六嘅時間咧，去學習點樣去理解聖經，去學習點樣去睇上下文，同埋點樣去用啲方法咧，去更好咁唔使依賴，譬如話牧師啊或者釋經書啊，而係自己平時讀經咧都可以更有信心去理解聖經嘅經文，更好被裝備。咁我今日就邀請咗 Fiona 姊妹啦，我想問佢幾個簡單嘅問題。咁 Fiona 你都有參加呢個粵語研經培訓會喎，咁我想問下你點解會去參加呢個培訓會咧？點解會參加？牧師望住我，跟佢講完一陣間，佢話入房傾下偈先咁咯。其實有2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我覺得應該係好多人都會有呢一個原因先。佢首先佢講佢個係粵語，因為係呢一個我一聽到粵語，咁我先至有興趣。再睇多一睇先。咁啊，其實我係由點解唔參加先嘅，因為咧咁啊諗下粵語喎，好似啱啦。地點喺跑馬頭喎，又好似啱啦。跟住以前咧星期六咧，我個仔仲細咧，咁我要湊細路啦。咁而家你仲我就自己問你仲使唔使湊仔啊？都唔使咯，個仔都唔需要我好似。跟住咁我好似冇咩理由唔參加喎咁。然之後諗下，咁我點解去參加？你覺得我自己問就係、你覺得你係咪真係睇聖經真係明先？你係咪覺得你自己冇咩問題，唔需要參加呢個班先？咁好似唔係喎，我好似真係都需要呢啲喎咁。係啦，咁啊，真係聖靈感動嘅，咁就係啦。好，咁感謝神啦，你都有參加呢2個禮拜六嘅培訓會。咁我想問下，今次嘅粵語研經培訓會對你平時讀經有咩幫助咧？我先講下，我參加之前，其實我報完名之後咧，又有少少，哎呀死啦，報咗名添，走唔甩㗎啦，2日喎。早上9點至下晝5點，好似好長喎。點解？跟住，但係我第1日參加嗰陣時咧，我都仲係會有呢一個心情嘅。但係咧，過咗一半嗰陣時咧，時間好快就過咗一半啦。到中午去食 lunch 嗰陣時，我已經係冇咗呢一種，哎呀死啦！1日咁長嘅感覺，就係覺得吓，咁就半日過咗啦，點解咁快嘅？其實參加完之後咧，真係好有幫助嘅。以前咧，我讀經咧就會可能每日讀經就係睇完啲經文啦，有陣時特別經文長嗰陣時咧，咁就讀完啦。反正讀經啫嘛，我讀完呢篇經就叫做讀完經啦咁，係啦。但係咁有陣時咧，仲會好不經意，其實就會有一個習慣，特別時間越嚟越長之後咧，就會係讀完經之後咧，你會可能有陣時係有啲地方唔明白嘅，咁就好下意識。特別我本聖經咧係叫做啟導本，下邊咧就會有注釋嘅，所以咧好下意識就會唔明啊，或者唔去思考，我就即刻去睇下下邊佢注釋寫咗啲乜嘢，即係然之後睇完一次咁就得啦，好似明啦咁樣樣咯。跟住但係上完呢個班之後咧，特別啱啱我哋上課嘅嗰個即係幫我哋同我哋上課嗰個導師啦，佢同我哋講一句話咧，就係其實神係通過呢個聖經係直接同我哋講嘢嘅，我哋係有呢個能力去自己去理解呢個聖經嘅。如果我哋凡事你一開始都唔通過自己嘅思考就去睇釋經書咧，我哋就會好容易咧就會將呢啲即係人哋嘅意思咧我哋就會墮入咗入去啦，即係就唔去自己理解，然後就根據佢哋所講嘅釋經書，或者我哋其實就係唔係去諗呢段經文究竟係對我哋係有咩點啊？我哋自己去理解。
就去變咗去睇，呢本釋經書可能佢講一講係咁喎，好似呢度唔係我好明白，我又去抄另外一本釋經書，再睇下佢係啲咁樣解，就唔係真係去理解佢咯。然之後就係、以前咧，我哋都會有個叫做咩啊5個 W 嘅研經，嗰、個其實好好嘅。跟住咧，但係有陣時我係唔識嗰5個 W，我問完點解喺邊度、咩人物、地點之後咧，我唔識將佢點樣可以總結落嚟。咁但係上完呢一次課之後咧，其實呢5個 W 咧係喺我哋學習嘅呢個步驟，點去研經嘅步驟嘅中間一個 part，佢係喺個內容嗰度咁樣其實喺呢個5個 W 之前同埋之後都仲有少少步驟可以 continue，即係連接埋一齊，可以令我點樣可以更加好咁去理解呢段經文，去揾出呢一段經文嘅中心思想。好好，多謝分享。咁我想問下，可能今次我哋廣東話堂聖約翰廣東話堂都嚟咗我記得係有8個定係9個弟兄姊妹嘅。咁都希望下一年有更多人嚟參加啦。咁我想問下，咁你會唔會介紹俾其他人參加？如果會嘅話，點解咧？會嘅，大家聽完我講，想唔想參加下先？其實有一樣嘢咧，我先講，未講叫唔叫大家先啦。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唔係幾好㗎。呢個粵語研經會唔係好嘅地方咧，就係佢1年先一次，真係太少啦。唔係淨係我覺得，即係真心咁樣講嘅。我哋所有參加過嗰啲，大家都係覺得1年，因為佢有4個步驟啦，係4個階段啦。我哋咧，我仲分享一個好少少，好快。我哋仲記得咧，我哋小組有一個咧，就喺度。即係呢個課程好激勵我哋去學習，真係你好想大家喺度討論，然之後都唔想落堂嘅。然之後咧，有一個學員佢問到一個問題咧，其實唔係喺我哋今次課程嘅，咁咧喺第4階段嘅。跟住咧係啦，跟住咧佢就講啦，我咪要等4年之後，係啊，阿翠兒同我一個組，我要等4年之後，我先可以知道我呢個步驟應該點樣做咁，係啦。跟住其實呢個真係好鼓勵大家參加嘅咯。無論以前咧，我覺得可能我自己唔使大查經啦，咁我都唔需要咁深入去研究呢啲去研經啦，我就讀懂經文或者初步理解，咁就係咯。牧師實會俾答案噶嘛，係咪？咁所以但係我覺得係無論你係咪帶小組，你都可以即係應該參加咯。特別有陣時，可能我講緊我自己啦。你嚟教會耐咗，或者你睇聖經時間長咗咧，我覺得係少咗一種激情。你唔想好似再去探索，再去繼續去深一步去乜嘢，就會有時有少少惰性咯。咁呢個研經班咧係非常好咧，係你上完之後，我自己嘅體會嚇，上完之後咧，我老公都喺度講笑我，佢都唔敢打攪我學習。你會好有嗰種熱誠咧，一翻嚟一想，哎呀，快啲！我聽我呢個方法，可唔可以係所有嘢嗰啲經文，我日日讀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查揾。你就會好。以前我都係讀經，我都係睇手機嘅。而家咧就好渴望係打開一本紙嘅聖經，因為佢呢個佢教我哋嘅方法咧係你要畫寫剪。咁我實踐咗幾次。本來咧我呢個阿 Andy 仲係叫我上個星期咧可唔可以分享下。咁後尾因為上個星期有少少事咧，就延遲到今個星期。我話仲好，俾多1個星期我去實踐下呢個方法係唔係咩嘅先。咁係咯，1個星期落嚟係真係好好嘅，所以好鼓勵大家去參加。好多謝。好，咁我哋最後咧，我哋都有我會為呢件事禱告啦，亦都為梁燕詩姊妹嘅安息禮拜感恩禱告啦。咁我哋大家一齊禱告。好，父神，我哋啱啱聽到鄧牧師有講到我哋教會過去5個月嘅呢個報告啦，我哋都為咗我哋教會弟兄姊妹嘅成長感恩，為咗我哋教會喺福音當中嘅成長感恩。感謝神，你親自藉着聖靈喺我哋教會當中作工，激起更多人嘅信心嘅成長啦，同埋感謝神藉住我哋弟兄姊妹向我哋嘅未信主嘅屋企人啊，同埋朋友啊，同埋社群嘅講中文嘅朋友啊，去傳福音。求你繼續帶領我哋教會作鹽作光，向我哋社區連接我哋社群，讓更多嘅人因着我哋聖約翰堂嘅弟兄姊妹因着我哋所傳揚嘅主嘅福音而得到
真係得到呢個永恆嘅盼望。咁亦都為咗梁婉詩姊妹上個禮拜五嘅安息禮拜感恩，感謝弟兄姊妹嘅愛心，一齊去參加呢個安息禮拜。亦都為咗Jenny 喺佢哋一家啦，喺呢段時間禱告，咁求神你繼續安慰佢哋一家，安慰 Jenny， 讓佢喺呢段時間常常喺你嘅話語當中被鼓勵，知道梁姨已經喺安懷喺主當中，咁已經喺神榮耀嘅國當中，係無比美好嘅地方。咁亦都讓今次嘅經歷，呢個安息禮拜嘅經歷，鼓勵到大家弟兄姊妹，讓我哋可以善用我哋嘅生命，知道我哋嘅生命係有限嘅，但係因為我哋所侍奉嘅主，我哋係有使命嘅，咁而且我哋將來係有盼望嘅，咁亦都幫助我哋去更愛你啦。咁亦都為咗啱啱 Fiona 分享嘅呢個語言經培訓會感恩，感謝你有説你有唔少嘅弟兄姊妹講廣東話嘅都嚟參加，咁亦都有廣東話嘅牧師一齊過嚟幫手培訓大家，咁亦都求你幫助參加嘅弟兄姊妹，佢哋可以用呢個讀經嘅方法，平時自己願意去讀聖經，願意去思考，而且咧讓你嘅話語藉着聖靈不斷咁改變佢哋嘅生命，咁亦都幫助我哋在座弟兄姊妹啦。如果下一年有時間嘅，都可以嚟參加。一齊去學習點樣去更好咁去更有自信咁去睇你嘅話語。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好，跟住嚟讀經嘅時間。今日讀經嘅經文係以賽亞書第7章、馬太福音1章18至25節。而家將經文讀出。烏西雅的孫子約坦的兒子猶大王亞哈斯在位的時候，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以色列王比加上來攻打耶路撒冷，卻不能攻取。有人告訴大衛家說，亞蘭與以法蓮已經結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戰動，好像林中的樹被風吹動一樣。耶和華對以賽亞說，你和你的兒子施亞雅述要出去，到上池的水溝盡頭，往漂布地的大路上迎見亞哈斯，對他說，你要謹慎，要鎮定，不要害怕，不要因利汛和亞蘭以及利瑪利的兒子這兩個冒煙火把的頭所發的烈怒而心裏膽怯，因為亞蘭、以法蓮和利瑪利的兒子設惡謀要害你，說我們要上去攻擊猶大，擾亂他，攻破他來歸我們，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兒子為王。主耶和華如此說，這事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因為亞蘭的首都是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領袖是利汛。65年之內，以法蓮必然國破族亡。以法蓮的首都是撒瑪利亞，撒瑪利亞的領袖是利瑪利的兒子。你們若是不信，必站立不穩。耶和華又吩咐亞哈斯，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預兆，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但亞哈斯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以賽亞說，聽啊，大衛家，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預兆，看啊，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乳酪與蜂蜜，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兩個王的土地必被撇棄。耶和華
必使亞述王臨到你和你的百姓，並你的父家。自從以法蓮脫離猶大的時候，未曾有過這樣的日子。那時，耶和華要呼叫，召來埃及江河源頭的蒼蠅和亞述地的蜂，他們都必飛來，停在陡峭的谷中、岩石縫裏、一切荊棘叢中和翩翩草場上。那時，主必用大河外雇來的剃頭刀，就是亞述王，剃去你的頭髮和腳毛，並要剃淨你的鬍鬚。那時，每一個人要養活一頭母牛犢和2隻母羊，因為奶量充足，他就有乳酪可吃。國內剩餘的人也都能吃乳酪與蜂蜜。那時，凡種1000棵葡萄樹、價值1000銀子的地方，必長出荊棘和蒺藜。人到那裏去，必帶弓箭，因為遍地長滿了荊棘和蒺藜。所有鋤頭刨過的山地，你因懼怕荊棘和蒺藜，不敢到那裏去，只能作放牛之處、羊群踐踏之地。馬太福音1章18至25節，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給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當眾羞辱她，想要暗地裏把她休了。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因她所懷的人是從聖靈來的。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這先知所說的話：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嚟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約瑟醒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但是沒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這是神的話語，當感謝讚美主。阿門。對。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本堂許牧師，我係本堂嘅許牧師。今天我們繼續以賽亞書的系列講道。今日我就繼續以賽亞書嘅系列講道。今天的經文以馬內利出現了2次。今日嘅經文咧，以馬內利出現咗2次。經文都有解釋是什麼意思。經文都有解釋係咩意思啦。是神與你我們同在。就係神與我們同在嘅意思。聽起來很好啊。聽起嚟好好啊。有神保護，有神帶領我們，非常好。有神保護啦，有神帶領我哋，非常之好。上週我們鄧牧師也要分享了。上週咧，鄧牧師都有分享。這位與我們同在的神是聖潔榮耀的神。呢個與我哋同在嘅神係聖潔榮耀嘅神。我們要什麼態度對他呢？我哋以咩態度嚟對佢咧？還記得嗎？仲記唔記得啊？1個字、2個字的。2隻字嘅。敬畏啊，對，好，托姆很好。敬畏啊，要有敬畏的心。但是可能會有人講呀，神，我在那裡高高的，我敬畏他。咁咧，有人咁諗喎，神係高高在上，我敬畏佢。但是敬而遠之就好了。但係敬而遠之就好啦。你高高在上，我敬畏你。你高高在上嘛，我敬畏你。我還是好好的過我的生活吧。我仲係好好去過我生活啦。我們叫井水不犯河水啊。我哋咧就井水不犯河水。這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對嗎？呢種敬而遠之嘅態度好唔好啊？啱唔啱咧？不但不對，
唔單止唔啱啊，還很危險。仲係好危險添，我們要小心要小心啊！啊！從今天的猶大王的亞哈斯面對這樣的態度，就幫助我們學習。咁咧今日嘅經文咧睇見猶大王亞哈斯嘅對神嘅態度咧，我哋從中嚟學習啦。啊，一開始講到，一開始講到就南國的猶大國亞哈斯做王的時候，南國猶大王亞哈斯做王嘅時候，啊，他的兄弟北國呢和旁邊的亞蘭國一起來攻打他。佢嘅隔離嘅南國咧，佢嘅兄弟嚟一係嚟攻打佢。啊，南國的王和百姓都緊張害怕。咁南國嘅百姓都好緊張啊！像那個被狂風吹的樹一樣啊，發抖搖擺。好似狂風吹住樹葉咁一樣去搖擺啦。這個時候耶和華就派先知以賽亞說：咁呢時候咧，耶和華咧派先知以賽亞咁講。你和你的兒子要去見這個猶大王。你要同你個仔要去見呢個猶大王。就跟他說。就同佢講啦。第4節講到。第4節咁講，他對他王說：你要謹慎，要鎮定，不要害怕，不要因尼遜和亞蘭以及利瑪的兒子這2個冒煙火把的頭所發的烈怒而心裏膽怯。下一頁，對。下一頁。啊，神鼓勵這個亞哈斯說：不要害怕，我耶和華掌權，我會保護你。咁呢，神對亞哈斯講啊，唔好怕，我係耶和華掌權，一定會保護你嘅。那個兩國聯軍就是一個那個只是會冒煙的火把頭。咁呢2個嘅聯軍呢，就只係呢個會冒煙嘅火把頭嚟嘅啫。是強弩之末，馬上就會滅掉了。咁好似係長弩之末，就馬上就會滅掉噶啦。神繼續應許猶大王亞哈斯說：咁咧，神繼續應許亞哈斯咁講啦。這事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因為亞蘭的首都是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領袖是利順。65年之內，以法蓮北國必然國破族亡。以法蓮的首都是撒瑪利亞，撒瑪利亞領袖是利瑪利的兒子。你們若是不信，必站立不穩。坐在高高寶座上有天使環繞的神，坐在高高之上寶座嘅有天使環繞嘅神，榮光遍滿全地的神，榮光遍滿全地嘅神，親自應許亞哈王說：親自應許亞哈斯王咁講，我掌管全地，我掌管全地，我掌管歷史的發展，我掌管歷史嘅發展。那2個敵人聯盟必將失敗。呢兩個國家嘅聯盟嘅敵人必將會失敗嘅。他們的命運在我掌控當中。佢哋命運掌管向我掌管之中。他鼓勵亞哈斯王說：佢鼓勵亞哈斯王咁講：耶和華神有掌管天上地下的權柄。耶和華神有掌管天上地下嘅權柄。你們要不相信我的應許和主權，你哋如果唔相信我應許同埋主權，就如風中之樹，就好似風中之樹，站立不住，站立不住，你們的國家就會崩塌。你哋嘅國家就必然會崩塌啦。這個時候，猶大王心裡害怕。呢個時候，亞哈斯王心裏已經害怕。神都願意給他一個記號，堅定他的信心。神已經俾佢記號，堅定佢信心。第10節講到，第10節講到，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預兆，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預兆，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這個預兆就是記號的意思。呢個預兆就係記號嘅意思。歷史上，神曾經給很多以色列人的記號。歷史上咧，神俾好多以色列人嘅記號。神給摩西記號，杖變蛇，讓摩西相信他的能力。咁咧，神俾摩西一個記號就係掌變蛇啦，就係俾佢有信心。讓紅海分開，增強讓以色列人對神的全能敬畏。讓紅海分開，增強以色列人對神嘅權能嘅敬畏。這些記號不是為了表演奇蹟。呢一句記號唔係話去表演奇蹟，是為了呼召人相信靠他，相信他的主權，相信他的主權。係呼召人咧相信佢嘅主權。
要把自己的主權交給神。要將自己主權交俾神。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處，你盡管求。響陰間嘅深淵或者係往上高處，你盡管求。無論是天上的地下的，我都願意給你顯明。無論係天上地下嘅，我都願意給你顯明。這體現出神極大的忍耐和恩典。呢個體現咗神嘅極大嘅忍耐同埋恩典。但是亞哈斯說呢？但係亞哈斯講啊，他回應道。佢回應到：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表面看來這是敬虔的。表面睇嚟呢個係敬虔嘅。我不要求神顯神蹟。我唔要求神顯神蹟。但是我們看到，這是神主動要讓他要的。但係呢個睇到神係主動讓佢去要嘅。他這樣說是假裝敬虔。佢咁講係假裝敬虔。掩蓋他心中深層的不信，掩蓋佢心中深層嘅不信，拒絕神的掌權，佢拒絕神嘅掌權，因為他心裡已經有了自己的小算盤，因為佢心裏面已經有自己嘅小算盤啦。他要和北方的一個更大的大國亞述聯盟，佢想同北方更大嘅大國亞述嚟聯盟，來對抗他這兩個鄰居的聯軍，嚟對抗佢兩個鄰國嘅兩個聯盟。他表面虔誠，佢表面虔誠，但是內心認為神的計劃太虛無縹緲。但係內心會認為神嘅計劃太虛無縹緲啦，不夠具體，唔夠具體。他還是要靠自己來掌控。佢仲係要想靠自己嚟掌控。和北方的大國聯盟是實實在在的，同北方嘅大國聯盟係實實在在嘅，是可以自己掌控的，係可以自己掌控嘅。亞哈斯對神的記號冷淡。亞哈斯對神嘅記號冷淡，亞哈斯對神敬而遠之，亞哈斯對神敬而遠之。但是這不能阻擋神的應許和主權。但係呢個唔能夠阻擋神嘅應許同埋掌權。神的救恩是不可抗拒的，神嘅救恩係不可抗拒的。神的帶領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神係不以人嘅意志為轉移嘅。猶大王沒有興趣求記號，猶大王冇興趣嚟求記號，神卻主動給他和他的百姓一個記號。神卻主動給佢同埋佢嘅百姓一個記號。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預兆，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乳酪與蜂蜜，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兩個王的土地必被撇棄。我們看到必有童女懷孕生子，我哋睇到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以馬內利，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意思就係神與我們同在。當時在這個原文呢，當時的語言環境下，童女就是一位年輕的女子。咁咧，喺當時原文嚟講係以當時環境就係童女就係一個年輕嘅女子。可能是一個已婚的，或者是可能已經要結婚的年輕女子。或者係已婚嘅，或者係將要結婚嘅女子。這女子呢，很快就會生一個孩子。呢個女子好快就要生個孩子啦。作為神與你們同在的記號。作為神與你們同在嘅記號。這個孩子呢，根據歷史的情況下呢，當時的歷史發展呢，很可能是亞哈斯的兒子，或者是以賽亞先知的兒子。呢個根據當時嘅環境講，呢個孩子身份可能係亞哈斯嘅兒子，或者係以賽亞先知嘅兒子。但是呢，無論是哪一個孩子，但係無論係邊一個孩子啊，都是指向一個馬上就要發生的預言。都係指向一個馬上要發生嘅預言。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前，你憎恨的那兩個王必須會拋棄。向呢個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嗰兩個王啊，土地必然會被撇棄嘅。意思就是，這個孩子成年之前，就10年左右，你那兩國聯盟必定被打敗。意思就係呢個孩子成年之前啊，就係或者係10年左右咧，呢兩國嘅聯盟咧，個王必然會被打敗嘅。神再一次應許猶大王亞哈斯說：神再一次應許亞哈斯王講啦，我給你一個記號，這個孩子以馬內利。
我俾呢個記號孩子叫以馬內利，象徵神與你同在，神在掌權。象徵住神與你同在，神在掌權。如果你把生命的主權交給我，完全信靠他，神與你同在，帶來拯救。如果你將你嘅生命同埋主權交俾神，完全信靠佢嘅話，神與你同在，帶嚟拯救。耶和華給了亞哈斯用一個孩子作為出生來做你同在的記號。耶和華又俾亞哈斯用個孩子就要出生作為我與你同在嘅記號。在這關鍵的時刻，你信靠誰呢？喺呢個關鍵時刻，你信靠邊個呢？你要把生命的主權交給誰呢？你要將生命嘅主權交俾邊個呢？是榮耀充滿全地的耶和華神，係榮耀充滿全地嘅耶和華神呢？還是遙遠的北方大國亞述？還是係北方嘅大國亞述？你要完全的信靠我。你要完全嘅信靠我。雖然你還看不到這兩國聯軍如何被打敗，雖然你仲未睇到呢個兩國嘅聯盟軍如何被打敗，但是我的計劃不是從你經驗而來。但係我嘅計劃唔係從你經驗而嚟嘅。我的意念高過你的意念。我的意念高過你。因為我掌管全地。因為我掌管全地。我掌管歷史的發展。我掌管歷史嘅發展。在這個預言12年以後，喺呢個預言12年之後，他的兩國聯軍這兩個冒煙的火把頭，嗰兩國聯軍呢兩個冒煙嘅火把頭，先後都被那個北方的大國亞述所滅。先後都被北方嘅大國亞述所滅啦。這象徵着猶大國有蒙神拯救的一方面。呢個象徵住猶大國咧蒙神拯救嘅。但是接下來的經文就轉向猶大王了。但係記下嚟嘅經文咧就轉向猶大王啦。耶和華必使亞述王臨到你，猶大王亞哈斯和你百姓，並你的父家，自從以法蓮脫離猶大的時候，未曾有過這樣的日子。那時主必用大河外雇嚟嘅剃頭刀，就是亞述王，剃去你的頭髮和腳毛，並要剃淨你的鬍鬚。這個亞述王是亞哈斯找的那個北方的一個大國。呢個亞述王咧就係亞哈斯揾佢呢個大國嘅聯盟。亞述會把那兩個冒煙的火把頭滅掉。亞述咧將呢個兩個冒煙嘅火把頭滅掉啦。怎麼又像剃頭刀一樣要把猶大國也鏟平呢？點解又會將好似剃頭刀咁樣將呢個猶大國徹底嘅鏟平呢？所以我們看到以馬內利，神與你們同在，是一把雙刃劍。所以我哋睇到以馬內利，神與你同在係一把雙刃劍。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將生命嘅主權交俾神。神與你同在帶來拯救。神與你同在帶嚟拯救。但是拒絕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神與你同在帶來審判。但係拒絕將你嘅生命主權交俾神，神與你同在係帶嚟審判嘅。神警告猶大王亞哈斯，神警告猶大王亞哈斯，如果你冷淡我，如果你冷淡我，如果你忽略我，如果你忽略我，我也不會忽略你。我亦不會忽略你。如果你無視我的同在，如果你無視我的同在，不把主權交給我，不把主權交俾我，還執迷不悟地依靠北方的大國，仲執迷不悟嘅要靠呢個亞述大國。那個大國亞述會攻打你的鄰居，也會攻打你。呢個亞述大國會攻打你嘅鄰居，亦會攻打你嘅。我們看到在歷史上，他接下來第8章又預言到，我哋睇到以賽亞書第8章又會預言到，因此看啊，主必使亞述王和他的威勢如大海翻騰洶湧嘅水上漲，蓋過他們，必漲超過一切水道，漲過兩岸，必衝入猶大，將日快爛，直到頸項，他展開翅膀，遮蔽你的全地，以馬內利亞。以馬內利亞，這裡清清楚楚地指向審判。以馬內利亞呢個清清楚楚嘅指向神。後來呢，亞哈斯王還是拒絕神。後嚟亞哈斯王仲係拒絕神，選擇北方的亞述大國。選擇係呢個亞述大國。雖然猶大暫時的被解圍，
雖然猶大暫時嘅被解圍咗，但是呢就成了亞述的一個附屬國。但係成為咗亞述嘅一個附屬國啦。從此以後猶大就四面受敵。從此猶大咧就四面受敵。亞述也一直在壓迫他們。亞述咧又一直嘅壓迫佢哋。這個亞哈斯王死後，百姓也沒有把他葬入列王的墳墓。咁咧呢個亞哈斯死後咧，佢嘅百姓亦冇將佢葬響同呢個列王葬埋一齊嘅。他的死亡象徵徹底的失敗和羞辱。佢嘅象徵象徵住一個徹底嘅失敗同埋羞辱。正如以賽亞所說：你若是不信，必站立不穩。正係以賽亞所說嘅，你若是不信，必站立不穩。我們看到神與你同在是一把雙刃劍。我哋睇到神與你同在係一把雙刃劍。對願意信靠神、完全信靠神、順從他的主權人來說，對呢個願意信靠神、信靠主權嘅人嚟講，這是極大的拯救。呢個係極大嘅拯救。神願意把人從罪惡和死亡的權勢中拯救出來。神願意將人從罪惡死亡嗰個權勢當中拯救出嚟。另一方面，神與同在也是一個警告。另一方面，神與你同在亦係一個警告。亞哈斯王的例子，我告訴我們，亞哈斯王嘅例子講俾我哋聽，他沒有公開拒絕神，佢冇公開拒絕神，但是對神的同在冷漠不理。咁咧對神嘅同在係冷漠。結果也陷入神的審判，結果都會陷入神嘅審判。神是創造天地又拯救掌管歷史的主，神係創造天地、掌管施行拯救、掌管歷史嘅主，是輕慢不得的，係輕慢不得的。小心神與你同在，小心神與你同在，神無處不在，神無處不在，神與我們同在，神與我們同在，他知道我們的心思意念，佢知道我哋心思意念。不要以為神忽略你，唔好以為神忽略咗你，不要假裝神不在身邊，唔好假裝神不在身邊。你越是不相信他的主權，必站立不穩。你如果唔相信佢主權，必站立不穩。如果不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你如果唔將生命嘅主權交俾神，最後只會站在心中的亞述王那一邊，最後只會站在心中嘅亞述王嗰邊，靠自己、靠能力、靠金錢，靠自己啦，靠能力啦，靠金錢。最後結局是站立不住，最後結果係站立不住，被這世界的黑暗吞噬，最後被將呢個世界呢個黑暗咧吞食咗嘅。小心神與你同在，小心神與你同在，是拯救還是審判？是拯救還是審判？取決於你是否認罪悔改，佢取決於你是否係認罪悔改，是否完全信靠神的帶領和掌權，取決於你是否願意完全信靠神嘅掌權。今天的經文也提醒我們基督徒，今日經文亦係提醒咗我哋基督徒，信耶穌後，有的基督徒信耶穌後，嘴裡說着相信神，讓神帶領。有啲基督徒相信咗之後咧，就嘴裡面講咧就話相信神，但是還是沒有把生命的主權交出來。但係仲係未將生命嘅主權交出嚟。有的基督徒向神禱告尋求方向，有啲基督徒向神禱告尋求方向，但是心裡已經早有了決定。但係心裏邊已經早有決定啦。到神這裡求是讓神蓋個章通過，就喺神嗰度求咧，只不過係讓神蓋個章嚟通過。如果這樣要小心，神會憑你的心硬讓你吃苦頭。如果係咁樣，你要小心啦，神會要因為你嘅心硬，你要食苦頭嘅。比如說有人買房的時候苦苦禱告，比如講有人咧買房嘅時候咧就苦苦禱告啦。哎呀，主呀，我應該買哪一間？啊，主啊，我應該買邊一間呢？啊，給我帶領我。帶領我啦。但是心裡早知道要買那間地大的新的升值快的那一間了。咁但係心裏邊已經知道話，一定買個地大啦，新嘅又升值又好快嗰間啊。但是很貴，這個貸款貸不下來啊。但係你好貴啊，呢個貸款又借款又借錢借唔落嚟。他的意思求神讓他把貸款貸下來。佢求神就話要神咧要將佢呢個貸款貸落嚟啦。結果神憑着他心硬，他還是忽略經濟的壓力和家庭的需要，買了這個很大的房子。所以神咧就憑佢心硬啦，就有呢經濟壓力好大，佢哋仲係將呢間房買咗落嚟。結果利息大漲。
結果利息就大漲啦，被貸款壓得透不過氣，被呢個房貸壓到唞唔過氣，失去陪伴家人的時間，失去咗陪伴家人嘅時間啦，甚至於犧牲參加教會的時間，犧牲咗參加教會嘅時間啦。我們看到神與他同在，但是如果他拒絕神的掌權，咁我哋睇到神咧與佢同在，但係佢拒絕神嘅掌權，神就任憑這房子把他壓垮。神一任憑呢個房將佢壓垮。但是如果放下對升職的執着，但係如果佢再放下呢個對升職嘅執着咧，把主權交給神，將主權交俾神，好好按照聖經的教導做好財務計劃，好去按照聖經教導咧做好財務計劃，也考慮家庭和信仰的生活，亦考慮到家庭啦同埋信仰嘅生活。神會引導他選擇一間負擔得起的房子。神會引導佢揾一間負擔得起嘅房子。可能房子小一點，可能房細咗啲，可能還升值慢一點，可能升值會慢啲，確實能夠安穩生活，確實能安穩嘅生活，好好陪伴家人，好好嘅陪伴家人，認真奉獻感恩神，認真嘅奉獻感恩神，在地上平安度日，喺地上平安度日。所以很多時候不是取決於買 house 買 unit 買什麼什麼，不是取決你要買哪一樣的房子。所以問題話你唔好話係咪要買 house 啊 unit 啊，唔係取決買邊一間房。是你是否願意讓神做主？係是否決定你是否願意讓神為你作主？是謙卑的讓神帶領，還是要讓神跟着你的計劃走？係謙卑嘅讓神帶領呢，淨係話要神跟住你計劃走？說了房子又要說孩子。講咗房子咧，又要講孩子啦。比如有的家庭，比如有一個家庭，週日會把孩子帶到教會。咁咧週日咧就將孩子咧帶入教會。但是週一到週六在家中呢？但係週一到週六喺屋企裏邊咧，家裡完全看不到父母讀經。家裏邊完全睇唔到父母喺度讀經。只看到手機刷個不停。即係喺度成日睇佢刷手機啊！聽不見有禱告。聽唔見有禱告。只聽得催補習的聲音啊！只係聽到呢個催去補習嘅聲音。每週的生活在各種補習班、興趣班，轉來轉去的。每週嘅生活係喺各種補習班啦嘅興趣班裏邊轉嚟轉去。孩子知道爸爸媽媽是基督徒。細路仔知道爸爸媽媽係基督徒，但完全在生活中看不到神掌權。但係喺生活中完全聽唔到神在掌權。每天家庭裡就充斥着忙碌和焦慮。每日家裏邊咧就充斥住忙碌同埋焦慮。口上說神是我們家的主，口說講話神係我哋家嘅主，但是神走進家庭房間的機會都沒有。但係神入去呢個家庭房間機會都冇。最後結果呢？最後結果咧？長期以往，孩子在家裡看不到神做主。咁咧長此以往，孩子睇唔到神喺家裏邊作主。成人呢就會離開教會。成人之後會離開教會。人生會走很多彎路。人生會走好多彎路。弟兄姐妹，我們如果不讓神掌管我們的家庭、孩子和價值觀，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唔讓神掌管我哋家庭、孩子同埋價值觀，就是把生命的主權緊緊地抓在自己手中，就係將生命嘅主權緊緊嘅揸喺自己手中，不願意給神空間，不願意俾神一個空間。弟兄姐妹，在家庭中，神對我們要求不高。弟兄姊妹們，神對我哋要求係唔高嘅。如果願意每天花15分鐘。如果我哋每日願意花15分鐘，放下手機，放下手機，暫停一下補習作業，暫停一下補習作業，全家人讀一段聖經，全家人讀一段聖經，彼此有一個禱告，彼此一個禱告，我們就是把主權交給神了。我哋就係將主權交俾神啦。慢慢的每天堅持的時間，慢慢嘅堅持每一日，神就能成為家庭的主人。神就會成為家庭嘅主人。講到這裡，可能有人問了。講到呢度咧，就有人問啦。神在幾千年前給猶大王他們一個記號。神喺幾千年前咧，俾猶大王同埋個子民一個
記號。提醒他們，那神怎麼提醒我們呢？有記號嗎？提醒佢哋，但係神點樣提醒我哋呢？今天的經文也給了一些線索。今日經文咧就會俾條線索俾我哋嘅。他說以賽亞的兒子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餘民要歸回。咁佢話以賽亞兒子嘅名字就係餘民必歸回嘅意思。他這個兒子也聽到了神的應許。佢兒子都會亦會聽到神嘅呼應。當時有很多猶大的少數人成為餘民。咁咧當時猶大好多少數人成為咗餘民。最後以色列歷史動盪期間，這些餘民神都一直和他們同在，保護他們。最後呢個以色列歷史動盪嘅時候，呢啲餘民一直都係神同佢哋同在嘅。幾百年以後，一個嬰兒也是這個餘民的後代。幾百年之後，一個嬰兒咧又係呢啲餘民嘅後代。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就係神嘅兒子耶穌出生了。出生啦。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在聖誕節經常分享的經文。就係好熟悉嘅，我哋經常聖誕節分享經文。他瑪利亞將要生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百姓從罪惡裏救出嚟。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點埋翻出嚟就係神與我們同在。神的兒子耶穌誕生，完全徹底地實現了以賽亞的預言。神嘅兒子耶穌誕生，完全徹底嘅實現咗先知以賽亞嘅預言。死而復活的耶穌是赦罪的主。死而復活嘅耶穌係赦罪的主。更是掌管天下權柄的主。梗係掌管天下權柄嘅主。現在神透過耶穌的話和聖靈做工。而家神透過耶穌話同聖靈做工，與我們同在，與我哋同在。我們要小心，要敬畏神。我哋要小心，要敬畏神，但不要敬而遠之。但係唔好敬而遠之。要親近神，要親近神，把主權交給天上作王的耶穌。要將主權交俾天上作王嘅耶穌。讓耶穌掌管你的人生，讓耶穌掌管你嘅人生。給你豐盛的人生，俾你一個豐盛嘅人生，永恆的生命，永恆嘅生命。阿門，阿門。我們禱告，我哋一齊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在天上的父，感謝你的恩典大能，感謝你的恩典大能。你是掌管天上地下權柄的神，你係掌管天上地下權柄嘅神。你親自派下你的愛子耶穌基督，你親自派下你的兒子耶穌基督，死而復活與我們同在，死而復活與我哋同在，呼喚我們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神，呼喚讓我哋將生命嘅主權交俾神，完全的信靠主，完全嘅信靠主，讓神帶領我們有一個永恆豐盛的生命，讓神帶領我哋有永恆豐盛嘅生命。禱告奉主耶穌名求，禱告奉主耶穌名而求，阿門。請大家起立，我哋唱回應詩《萬古磐石為我開》。萬古磐石為我開，用我重新再轉彎，並定居將相似。立時留
世，到臨終相無衰敗，當飛上華美天堂，近見主在寶座上，萬國磐石為我開，讓我終身在主懷。大家清楚。我哋多謝啱啱 Harrison 許牧師通過以賽亞書提醒我哋，話俾我哋聽，我哋真係要神喺我哋生命中掌權，我哋唔可以先入為主，以為我哋自己嘅禱告係真係依靠神或者用係神掌權嘅，我哋一定要凡事都係求神嘅心意，包括我哋喺我哋嘅奉獻當中，我哋點樣管理我哋嘅神賜俾我哋嘅錢財當中，咁都多謝弟兄姊妹衷心嘅奉獻。啱啱鄧牧師喺呢個5個月嘅報告當中，我哋都見到我哋教會福音上係有成長嘅，有人信主啦，有我哋嘅成長小組增加啦，我哋不斷咁成長，都係因為我哋弟兄姊妹唔單止喺金錢上啦，喺我哋嘅生命上都係一齊參與喺主嘅事工當中。咁我哋一齊為奉獻禱告。父神，感謝你啱啱藉着呢個猶大國佢嘅歷史當中咧，我見到猶大王佢自己選擇唔信任神，先入為主咁，認為自己嘅計劃先係最好嘅。我哋亦都見到最終係以呢個悲劇收場嘅。咁父神亦都求你幫助我哋啦，我哋嘅生命當中，我哋唔可以先入為主咁，以為我哋自己嘅諗法係最好嘅。我哋禱告當中亦都唔可以以為話神只不過係圍繞住我哋計劃去轉咁樣。求你幫助我哋凡事都係以神嘅心意為先啦。我哋要知道神嘅心意，同埋我哋知道神讓我哋點樣活出嚟。咁包括我哋嘅金錢嘅使用上面啦，感謝神，我哋有呢個能力去賺取我哋生命中嘅所需啦。咁亦都求神幫助我哋了解到神你美好嘅心意，了解到我哋作為基督徒嘅使命，我哋點樣可以用呢啲金錢去履行我哋作為基督徒呢個福音嘅使命。咁亦都求你祝福我哋嘅奉獻啦。求我哋所做嘅一切都蒙你悅納。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好，跟住落嚟，我哋一齊起立，我哋一齊去用主禱文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好，跟住落嚟，我為大家祝福禱告。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於弟兄們，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門。我哋跟住彼此祝福啦。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眾人同在。跟住落嚟，我哋就到茶點嘅時間，請大家留步，咁我哋一齊傾下偈。